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行入一個非常特別嘅世界。一位佛學博士點樣將佛法應用喺美國嘅商場，仲可以打入鑽石行業，創造數千萬美元嘅生意故事。你冇聽錯，佛法加鑽石加商業，三樣睇落去毫無關係嘅元素，竟然可以融合喺同一個人身上。佢就係麥可羅區格西 （Michael Waltrip）。第一部分，一個和尚點解會賣鑽石？羅區格西其實唔係一般嘅和尚，佢喺西藏學佛10幾年，仲攞到格西學位，即係佛教哲學博士。之後佢決定將佛法帶入現實世界，驗證佛法唔止喺寺廟入邊先啱用，而係應該可以幫到我哋過好日常生活。於是佢加入咗一間美國嘅鑽石公司，係咪好似拍戲咁呢？但佢唔止係去打工，仲幫呢一間公司由一間細細地嘅珠寶商做到大到連營業額過1億美元，最後仲成功上市添。第二部分，佛法點樣去幫到商業呢？佢用嘅唔係商學院教嘅 PBI 或者 Growth Hacking，而係《金剛經》。佢話你要改變你嘅世界，唔係改變人，而係要你改變你對人嘅態度，因為世界其實就係你內心嘅反應。佢建立咗一個叫做種子理論嘅方法，當你對人好，種下一顆正面因嘅種子，將來就會有好嘅回報。如果你喺職場上幫人解決問題，將來你自己就會有解決方案。例如你上公司生意好，唔係單靠做 promotion， 而係要主動幫助其他公司成功，幫同事升職，幫客人發達，咁樣你嘅成功就會種咗返嚟㗎喇。第三部分，真實例子，羅區格西分享過一個實例。佢哋公司一開始冇 budget 請 marketing team， 佢冇用傳統嘅方法慳錢做廣告，反而叫團隊幫競爭對手真心咁做建議，教佢哋點樣改產品。結果唔夠半年，佢哋公司收到大量新客，因為口碑傳開咗，客戶話你哋好似都唔係做生意嘅，仲想幫我哋真係成功。聽到呢度，大家會唔會覺得佛法唔係好抽象？原來可以用得咁落地嘅呢？滅書總結，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、職場人，甚至覺得自己努力咗但回報唔多嘅朋友，呢本書可能帶俾你一個唔同嘅思維模式，唔係要搶資源，而係種資源；唔係要鬥贏對手，而係要令呢個世界更好。成功自然就會跟住你。記得 follow 我哋聽書有賞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